要回应你的爱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来敬拜，来感谢，来赞美你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要爱慕你。愿你悦纳我们对你的祷告，对你的回应。奉你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来对耶稣唱：耶稣，我要爱慕你。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。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更深的对神说：耶稣，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。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更深的对神说：耶稣，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。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，我心拜你。
耶稣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，因为你听命于神，因为你存心顺服，你甘愿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，承担我们一切的罪。你是圣洁无瑕疵的圣洁羔羊，你更是世人的代罪羔羊，只为了成就上帝在全人类的救赎计划，使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，因着相信，就能够从罪人当中成为义人。你是值得我们颂赞、尊荣跟配得一切所有的神。我们要倾倒我们的生命来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，我们要继续的来赞美、来敬拜，倾倒我们的生命。耶稣，谢谢你，感谢你的十字架。感谢你的十字架，感谢你付上
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神来祷告。献上你在感恩节的这段时间，你对神的回应，你对神的回应，你对神的感谢。无论你是要开口的，无论你是在生命里面祷告的，或者是你要用歌曲来吟唱的，这个时间就是神跟你的时间。
是的，主啊，